一幅作品排开，艺术家潘朝森的画作构图简单，用色大胆，但画中人物却有个共通点，都是闭着眼睛，没有嘴巴。有嘴巴的女人太唠叨了，开玩笑啦。戏谑玩笑背后，其实是一段人生磨难。儿时曾受眼疾之苦，让他对光极度珍惜渴望，个性极尽少言，用画沟通。而画廊老板兼好友就成了他的发言人。因为当你眼睛看不到的时候，当然内心的世界比较丰富一点。可是当你眼睛好了以后呢，就发现这个世界更美丽。所以他从此呢，就是专心的来画画，把他内心的世界表达出来。一张素描是46年前初恋的遗憾，用色缤纷却萧瑟沉静，强烈对比的画风投射艺术家终其一生对爱的追求。想要完成这个不可能的爱，所以艺术是那么样的可爱，可以让自己不能达成的任务，也在画面上可以满足他自己不能得到的。一笔一画一色一生，苍苍白发在彩色却宁静的画海中踏染岁月。其实老师人生缩影里面有很多的磨难哦，不过或是当中有遇到困难吗？学习当中有遇到困难吗？有哦。唔过本来见来见用。老师说有哦，唔过本来见来见用有，但是让我越挫越勇，对不对？越挫越勇。每个人都有情感的追求，一段错过的爱情，求之不得，所以苦。但这苦最后会变成什么？潘老师把它升华，变成他创作的能量。学习当中有遇到困难吗？有哦，唔过本来见来见用。学习当中有遇到困难吗？有哦，唔过本来见来见用。